121年度推动客语教學2年自由學教老年人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學教。高雄市六桂區新圍國民小學。好，你真好。来，再来，我问你，好，我们点样说哈？哎，这个画面里嘛，里边有问题，你点样说哈？也很希望透过语言来传承客家文化，所以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就是以客家文化为主。那在客家文化里面，所有的活动就一定会包含从活动当中去学习语言、学习客家文化的传承。我将学校跟社区是把它融在一起了，所以呢，家长们跟孩子的互动呢，也在家里也是几乎都是用客家话、客语来互动，所以我们小朋友听说读写都很不错。这出版品呢是我们称它为跟着新地威力轻旅行。我们是将我们新威画成2位小宝贝，一位叫 Cindy， 一位叫 Willy， 连客家语都能够放进来了，真的觉得很感动。我希望将一的东西，将人的想法接起来，你人规路卡嘛可以做一些东西，希望慢慢的认同人的客家话，有认同过后，人规起我那会跟人的阿公阿妈讲客话，那我感覺我的阿公阿媽講客話有冇辦法用，我感覺我的客家嗰度文化嗰神奇，嘛改好，我希望一條新嘢會繼續下去。每2个礼拜我们有一天晨间课语，利用那个晨间升旗的时间，我们结合我们学校的我们学习护照，然后可以让学生在非常有趣的课程设计里面去学习、去认证，在唱歌当中可以很自然去学习课语的旋律啊，这样也是在对学习课语上又更进一步、更容易的。客語對我嘅幫助係阿媽同爸爸同我講客話嘅時間，我可以聽嘅時，還可以用客語回答人，還可以同人打嘴鼓啦，講事情。